随武汉肺炎的疫情转好，也毋过流行感冒甲肠仔病毒开始的时行，疾管署表示讲，未来2礼拜流感的疫情会阁继续升悬。另外，天气是愈来愈热，囡仔的肠仔病毒的病例嘛愈来愈多。医师也提醒大家，要爱食洗手，注意卫生。英国流感的高峰大约伫2月份、3月份就下降，不过今年煞反常。顶礼拜因为类流感去互医生看的人有将近6万人，小儿科医师嘛发现讲，有真侪民众发烧、身躯酸软，就是为着新冠肺炎，一检才发现讲是 A 型流感。你即马武汉肺炎无去啊，但是大家喙炎较无咧挂，手较无咧洗啊，当然流行感冒就走出来啊，因为去年、前年根本就拢无嘛。林应莲表示，大部分民众拢是去年10月注流感疫苗，效果差不多半冬，即马保护力差不多拢降低啊。虽然加减有效果，但嘛是要注意卫生。疾管署嘛分析讲，未来2礼拜流感疫情会继续升。除了流感，最近家长上惊的肠仔病毒，嘛有相关的趋势。肠病毒是热天的病，所以有当时咱即马开始是5月啊，5月了，普通即个肠病毒会到差不多6月。高峰期啦吼。林应莲指出，若囡仔出现水泡、红点，就可能是肠仔病毒。肠仔病毒来讲，71型是上严重的。伫国内，目前有2间药厂摕到药证，上紧7月就通自费注射。记者陈文忠、准佑台北采访报道。